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新德县光明六路甲县政七街，昨下晡传出假树流出来意外，现场甲路挖开了后，车路煞凹一空。因为今年8月路已经凹过一届啊，附近阁有一个工地，居民是希望赶紧甲原因查清楚。离新德县政府只有300公尺的光明六路甲县政七街，昨下晡将近5点的时阵传出假树味。消防人员到现场了后，发现是假树外泄，马上通知新德假树甲自来水公司到场，现场开挖要调查清楚假树管线漏开的原因，搁出动水线戒备。我们在7点51分的时候，工班已经顺利的都在进行开挖的动作，保管处的同仁会在陆续到现场做抢修的这个动作。新德县长尤文科也在行程结束了后，在暗时7点外赶到现场。假树公司已经切断外泄2边的管线，自来水管线也因为路基冲空刷油断去。水公司到现场止水，相关单位也是会在灌注了后，会搁修理管线。未来对于建商该负的责任，我们也一定会以最严格的态度来监督建商要按图施工，然后有任何状况要即刻回报。现场怪手挖到一半，后边路边熊熊出现新的大坑，现场充满高高的假树味。其实今年8月，这路段已经崩塌过，迄时阵附近工地建商承认，甲工地施工有关系。短短2个月，佫发生第2摆崩塌，官府已经命令停工，佫罚钱。附近民众希望赶紧调查清楚相关的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